去，你敢知影心要飞，目屎吞落去，感觉有我空虚。你敢知影阮规暗，刚刚困袂去，心内较想也是你。你敢知影这世人我上会就是你？明明知影放你去，就会永远失去你，也是将阮的命运交予天来决定。但是咱两人有约束，一定爱互互保重，一定爱幸福，嘛爱快乐。虽然分开是这艰苦，但是咱两人有约束，无论安怎的提供，我会用真心甲你祝福，我的未来你别烦恼，我的心情家己来照顾，我的未来你别烦恼。好，我们首先请吴浩哲老师。婷啊，老师好。你还是很稳的，尤其我觉得选这首歌选的真的很好，因为其实我有时候之前听你唱歌的时候，会觉得说你在副歌的部分有时候会没有那么放得开，就张力比较没有那么大。但是我觉得你选子龙老师这首歌，它是比较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感觉的一首歌曲，然后我觉得你用这样的表现很内心，它的张力可能不是这么大，但是自己跟自己讲话的时候。所以那个张力是自己对自己交代的感觉，然后我觉得你这个感觉，我就唱得很内心，很棒的一个表现。这首歌我给你蛮高的评价的。子鸿老师，请讲评。其实雅婷这个歌唱得蛮好的，对。那这歌其实是一个很内心的歌嘛，哈。那因为每个人对这样子的情境的自己的感受其实是不一样，所以没有一个标准是这样。但我刚刚听你在唱是有进去这个歌里头。这个歌唱得还不错，谢谢老师。